接下来什么流程啊？面见城主，以告父母。直接洞房。城主，何事？三公主传话来说你日理万机，成亲这种小事就不叨扰您了。胡闹！下官也觉得不妥，已经派人去请了。这孩子自幼骄纵，如今越发任性了。城主啊，这三公主可能只是觉得礼数繁冗。罢了，免了就免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是。这韩少君身子骨不太硬朗，咱家三公主又是一个不太精细的人，这万一要有个好歹，这韩少君没挺过去。万般皆是命，就当芊芊替我排忧解难了。不顺父母者出，膝下无女者出，不安于世者出，凶悍妒己者出，身患恶疾者出，搬弄是非者出，不合规矩者出。这7条是花园男子的7出之罪，韩某已经背过了。少君，这也是花园城的习俗。新婚之夜，谁将男子的面巾取下，男子就要追随于谁，易主，视为不贞。这一条，韩某也可以照做。荒唐！你们花园城怎么可以如此约束男子？女人在玄虎城什么地位，男人在我们花园城就是什么地位。你个来吉，入乡随俗。这又是何物？手工纱。哎，放肆！韩某与三公主成婚，为的是缓和玄虎和花园两城的关系。什么福德、面巾，韩某都一再忍让，尔等却步步紧逼，简直……欺人太甚！少君，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？这会儿点了洞了房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呀？哦，你家手工纱日抛的呀？哈，是，三公主，小的这就告退。韩少君，哎，少君，韩少君，我们是走个过场呢，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啊？大婚之夜，怎么能少了喝酒助兴呢？交杯还得注意姿势，喝有毒的那杯。三公主，你我昨日有缘初遇，今日就要结为夫妻，之后定当相互扶持，同甘共苦。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了。干了。哎，少君这是怎么了？抱歉，扫了三公主雅兴。不好意思啊，重来一次。干了。又怎么了？这不是按照玄武城习惯的姿势来的吗？面纱没沾是吧？
真麻烦。掐这么紧干嘛呀？怎么是你？你不是说你不演吗？韩某不知三公主何意，难道是怀疑我在酒中下毒？酒里有没有毒，你心里没点数啊？还跟我装？行，没毒是吧？来，挑一杯吧，咱俩干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得带走你。来人啊！来了，跟你说，三公主有何吩咐？把他吊起来，他喜欢在上面待着。吊起来！三公主，你大婚之日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城主知道又该担心了。倪三思啊，不惹麻烦，他就不担心了吗？再说了，今天不是我惹麻烦，是他要下毒杀我。三公主，此话怎讲？不信是吧？你们不信是吧？好，我证明给你看，这2杯毒酒就是证据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死在这儿，你也别想活。把毒下菜里了是吧？有想法啊，特别有想法。三公主，此举何意啊？我看你还能把毒藏在哪儿？啊！咸了。难道毒药抹嘴上了？你挺会给自己加戏啊！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绝对死定了！子然，一会儿我死了，你就五马分尸，诛他9族弥漫了吗？韩少君，你为何不辩驳呀？你不要听他辩。子然吧，我现在看你已经是好多个你在这晃悠了。我感觉到毒腺已经运行到我大脑了，完了，都给抵不住了啊！我给你把你的晕都多，你都躺一会儿。你的毒药后劲儿挺大哈。快叫大夫！不对，三公主，